我刚才还在想，你在我花果山白吃啊白喝，干脆把你放了算了。哎，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么大的功力哦！太好了，以后花果山的卫生就拜托你搞一下了啊！喂，他说本来想放了我的。喂，对不起，喂，对不起，不是吧你？哎，小黄、小黑，你们去哪儿了？怎么出去玩也不跟老猴讲一声啊？老猴子是谁啊？你又是谁？啊，我是谁？不会吧？你们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不认识我呀？搞什么搞啊？我们搞什么关你屁事啊？走了，走。怎么跟我说话呢？哎，你们给我站住！说，我是你们什么人？看清楚，说我是谁？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谁，怎么来问我们啊？哎呀，这老猴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到现在还不回来。你们两个小东西居然不知道我是谁？好好想，我是你们什么人？你真奇怪，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谁，我们哪知道？你有病啊！我有病！我是你们的大王！大王！气死我了！我打你了！我们知道了，你是……还是小黄最乖。来，大声点啊！告诉我，我是你们什么人呢？你是我外婆。好一个小子！今天你外婆就好好教训教训你们！我打！等一下，你拦我干什么？你怎么欺负小孩啊？我欺负小孩？你有没有看清楚啊？是他们欺负我。可能啊，是他们出去玩的时候摔坏了脑袋。又或者是他们病了。哎呀，让我想想办法了。哦，你有办法？小黄、小黑，你们不用怕，刚才呢他是跟你们闹着玩的。我们得一步一步来，不能急哦。我就不信他们连桌子也不认识。小黑，你告诉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石头。喂，不会吧？你连桌子都不认识啦？小黑说的对啊，这石桌不是石头是什么？小黄，你告诉我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铁。什么？你把刀说成是铁？对，它是铁做的，是铁做的。我服了。那他是谁呀？哎，不用问了，我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我是大王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你是大王。你叫我大王？来！你们两个这句大王叫的我是最爽的一句。哎呦，好乖好乖！小龙女，你太厉害了！你让我爽100倍，我就会让你爽1000倍。你看，辛苦了辛苦了，我给你松绑松绑。小龙女，我忘了问你了，你是怎么让他们把我认出来的？真厉害啊！我事先跟他们说，如果不叫你大王的话，就会被你揍死。
哎呀，叫叫就习惯了，反正他们都知道你是大王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大王啊，那你是不是把我猪哥哥也放了？哦，我现在放了你都很后悔。外婆，你什么时候把名字改成叫大王了？外婆，你说话呀！外婆，告诉我啊！说嘛，告诉我嘛！对呀，说呀，什么时候改的？外婆。花果山的藤条是天底下最坚硬的，用它来做梯子，一定可以上去见嫦娥姐姐。你真的打算把梯子修到月亮上去啊？唉，你每天只能做这么一点点，都不知道要做到什么时候。等你做好了，嫦娥姐姐也变成嫦娥婆婆了。哎，这样也好啊。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我也变成帅帅哥公公了，那就跟嫦娥姐姐配成一对了。唉，就算你能爬到月亮上面，嫦娥姐姐也不一定会理你。谁说她会不理我？她不知道有多想念我。我们很久没见面了，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一定有很多话要说。不怕告诉你，我早就想好了怎么说了。你呀，看你笨嘴拙舌的样子，嫦娥姐姐都不知道会不会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哈，不如这样啊，你把你想说的话先说给我听听啊。这个嘛，喂，怎么了？你根本就不把我当作朋友，对我还保密。不是，我不是保密，只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对着你讲。哎，你把我当成嫦娥姐姐不就行了？其实，我只是想帮你先练习一下。说的有道理啊。不过还是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嫦娥姐姐漂亮啊？当然不是啦，你是我朋友里面最漂亮的一个了。可惜，你不是嫦娥姐姐吗？我当然不是了。我要是她的话，何必像现在这样啊？哎呀，你听我说，你把我想象成嫦娥姐姐不就行了？那好吧。等一等啊，我可不可以闭上眼睛啊？好啊，听你的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？你不可以笑我哦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笑你的。我开始了。嫦娥姐姐，找了那么久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为了在花果山修这个梯子，我可以让他们拿我当苦工，当大炮工，当卫生工，甚至我都让他们耍我，在我身上取乐，我都觉得无所谓啊。只要能让我找到你，见到你，我做什么都可以啊。嫦娥姐姐，哎呀，你看我牵你的手，你就把我给推开了。等一下，万一我情绪高涨的时候呢，忍不住要抱你，那岂不是被你打死了？哎，不玩了。猪哥哥，你还要抱我啊？我会抱嫦娥姐姐的。你忘了是你让我把你当成嫦娥姐姐的吗？哎呀，我刚才没有准备好嘛，你再来一次，我可以的。哎，我可以的，猪哥哥，再来一次嘛！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嫦娥姐姐，我不怕别人说什么，我也不怕别人怎么对我。我爬到月亮上面去，只是想问你一句话：你可不可以
跟我一起顺着这个梯子走下去。我只想抱抱你，抱抱你，嫦娥姐姐。你能不能离我近一点？哥哥，起码在我最想念你的时候，可以看你一眼。姐姐，你说话呀！我等着你说话，等多久我都等的，即使是10000年。你不用等，你不用再等了。你不要放开我，我感到好温暖，好幸福哦！不要放开我，小龙女，我喘不上气了。我说完了哈。我说的怎么样啊？一般般了。怎么了？你居然想哭了？看来我说的挺好的啊。我没有哭。哎，你说说，嫦娥姐姐听了我说这些话，会不会真的跟我下来啊？不知道啊，我又不是嫦娥姐姐，我是小龙女啊。喂，小龙女，你生气了？我没有生气啊。你刚才抱我抱得好紧啊，把人家弄得好痛啊。对不起啊。不过呢，在我朋友里面，你是最够义气的，不仅不笑我，还关心我。谢谢。我现在坐梯子去了。他很凶的。哎，他干嘛老瞪着我们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一进门就看见他躺在大王的床上。你们两个，给我过来！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对啊，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小黄、小黑，你们是诚心捣乱是吧？谁？他叫谁啊？小黄、小黑、小黄、小黑，你们到底是谁呀？你们到底在哪里呀？好了，你们是真疯啊还是假疯啊？哎，你们两个干嘛？想玩火呀？这儿太脏了，倒不如收拾一下。干嘛？走喽，走喽！喂，你们两个要火烧水帘洞啊？哎呀，你又干什么？我真是被他们搞糊涂了。刚才趁我睡着的时候，他们把我绑起来了，还差点把水帘洞给烧了。气死我了！你别着急啊，我想他们可能都病得不轻。你知不知道花果山附近有一座压鸡山啊？那里有一个顶天妖王，他医术很高明的，我认识他徒弟，不如我去请他来看一下。好主意！走，我陪你去，咱们走。哎不，不行，万一我跟你去了，他们真把水帘洞给烧了怎么办？请大夫的事，还是拜托你自己跑一趟吧，我得看着他们啊！去吧。站住！小动物！小俊，难道出去了？老猴叔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
小军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你们拿猴子来做实验。小军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不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不是我做的，是师傅要捉他们回来做实验，研制新药，说猴子的体质跟人类最接近。原来顶天药王是一个坏人。不行，我要带他走。怎么，你脸上会有伤啊？前2天，我把师傅捉回来的猴子放走了，师傅打了我一顿。其实，我真的也很想救他，不过，师傅盯得紧，一直没有找到机会。伤口还痛不痛啊？不痛，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止痛的。什么方法？我发现，帮人解除痛苦，就可以令我自己舒服一点。这样，就算皮开肉绽，我也不觉得痛。你因为看到猴子很痛苦，你心痛，所以才想到这个方法。神仙就是神仙，没错。我放走他们之后，心里就会舒服一点。小俊，有一天你一定会变成神仙的。我？怎么可能？你相信我，人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，就会成仙了。成仙？那我不就可以经常看到姐姐了？当然可以了。不过，你师父这么坏，你跟着他只会学坏，成不了仙的。你尽快离开他吧。不行，师父把我从小带大，又教我医术，我不可以离开他的。长这么大，除了师父和你，我都没有见过其他的人。真的不能离开。但你师父既然可以做出这种事，还经常打你，你可以一直忍受吗？其实师父经常打我，但他对我很好，教会我很多东西，我不可以就这样离开他的。啊，你快点把这药拿去给那些猴子吃，可以帮他们恢复。我去帮他解开。那你自己保重。老猴叔，醒醒！老猴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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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这是哎，醒了，在哪儿啊？水帘洞啊，这水帘洞啊，老猴叔。水帘洞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没有，水帘洞，水帘洞。大王，是你吗？哎，是我呀。真的是你？哎呀，老猴叔，你到底醒没醒啊？来，起来看看，这是水帘洞，咱们的家呀。水帘洞，大王，你在哪里呀？哎呀，老猴叔，我不是在这儿吗？大王，真的是你吗？哎，我知道，一定有个大坏蛋。哼，小龙女想骗我，没门！大王，你要替我报仇啊！那你倒是快说，他在哪儿啊？说清楚了！哎呀，急死我了！快说，快说，快说！大王，牙脊山那个老混蛋，抓了我们好多兄弟去做实验把我也抓去了把我伤的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这还有这儿，要不是大王你来呀，可能我们一辈子再也见不着喽。小龙女，你竟敢骗我！你怕我打不过那个臭药王？我说小黄小黑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正是拜他所赐。顶天
天药王，你竟敢欺负到我花果山水帘洞头上，我一定让你爽到死！大王，你要小心呐！老猴叔，小心？我怕吗？哼，老猴叔，你好好养伤，我现在就去给你报仇！哼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你竟敢放掉老猴子！你不想活了你！我打死你！人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就会成仙，成了仙就可以永远的和姐姐在一起。瞧你这德行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说话！啊，你和我较劲儿是不是？啊，快回话！说话呀！至善至美的境界就会成仙，成了仙就可以永远的和姐姐在一起。人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就会成仙，成了仙就可以永远的和姐姐在一起。你这个小王八蛋，现在把你养大了，你的翅膀硬了，能和我对着干了是不是？好，我今天就教训教训你，我要打死你！老头，是不是你拿我花果山的徒儿们做实验？啊，今天我要打你3000顿，给我的徒儿们报仇！快给我顶住！你这个小王八蛋，都是你惹的祸！师傅，我什么我？你闯的祸你要承担，活出性命也得把这个猴精给我顶住！你打我吧，我不怕疼，你打我吧，你别打我师傅，是我惹的祸，不关我师傅的事。哦，师傅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那个老头指使。哼，躲开！哼，好你个顶天药王，害得我的徒儿们不认识我，今天我一定要海扁你！喂，哼，装死啊！你可逃不过我老孙的法眼！起来！死了！我才打2下就死了，碰都没碰到你啊！起来，快起来！师傅，起来啊！师傅，师傅！还有你这个小混蛋，我差点把你给忘了。既然你师傅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也不是什么好货，我要把你的手筋脚筋全挑了！不是啊，我不是坏人，我从来都没有害过人，我要做至善至美，我要成仙！你还想成仙？哼，看打吧你！住手啊！啊，你别打他，他是好人啊！我都说不信你了，你怎么还来啊？孙悟空啊，孙大王，我求求你了，他叫小俊，他真的是好人。上次小黄、小黑用的解药都是他给的。谁信呢？解药都是他给的，我才不信呢！我打死你！听我说嘛，我骗你干什么？不只是解药，上次老猴叔都是他冒着挨打的风险放出来的。你看看他身上的伤，都是为了救那些猴子。他不知受了多少委屈，你这样是恩将仇报啊！你都把我说糊涂了。解药是他给的，我不信。他师傅那么坏，他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姐姐，你怎么会跟这个坏人在一起？喂，小朋友，你说谁是坏人呢？啊，你杀了我师傅！小俊，他真的不是坏人，他是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孙悟空，他是这些猴子们的大王。你师傅无缘无故的抓了花果山的猴子来做实验，大王他只是来这里讨个公道而已，他真的不是坏人的。不可能！这只猴子行为凶残，你不用担心，大不了我跟师傅一起死。哟，喂，小朋友，挺有骨气的嘛啊！我问你，那解药是不是你给的？啊？好，我就暂且相信这个臭臭。不臭不臭，还挺香的。先相信这个香香，信你的话。等我回去问问老猴，是不是有这么回事，省得我打错了你，毁坏我美猴王的名声。哼！师傅，师傅，这顶天药王实在可恨，不烧了他的狗窝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师傅！
是小俊没有让你死得这么惨。小俊，我知道你很孝义，但你师父，他的确是一个坏人，他杀了那么多猴子。作为一个人，除了孝义之外，还要懂得分清是非黑白，这样才可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，你明白吗？小俊，我说过要让你知道疼爱宠这3个字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你跟我来啊！姐姐，你带我去哪儿？听人家说，痛苦是短暂的，而快乐却是永恒不灭的，所以我要给你注入一些快乐的回忆，让你知道被人疼的感觉。小俊，不用害怕，我牵着你的手呢。你看看这世界多美啊！你现在是不是很开心啊？我从来没有从这么高往下看。不过，最开心的就是能够跟你在一起。你现在觉得开心吗？哇，好美啊，好神奇啊！不止呢。好不好玩啊？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！要不要再快点啊？快点啊！哇，好多鱼啊！开不开心啊？开心啊！我知道了，快乐原来能让人忘记忧伤。那你现在知道什么是被疼的感觉了？我知道，人家关心你，想你开心就是疼。对了，哇！哎，哦，哇！哎呀！哇，好多东西吃啊！坐啊。小俊，你现在知道什么是快乐了吧？当你不快乐的时候呢，只要想一下生命中一些快乐的片段，这样就不难受啦。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。你是神仙，也会难过？我也是最近才明白，有爱就有痛这个道理。爱？我爱上一个人，可这个人心里面却只有另外一个人，而且还天天想方设法去找他。就是你说患了相思病的那个朋友吗？虽然我天天都在他身边，绞尽脑汁的希望他能够接纳我的爱，可是他对我始终视若无睹。所以你才会这么痛苦。不过呢，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自己就会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。你以他的快乐为快乐，以他的痛苦为痛苦，只要能与他朝夕与共，哪怕置身危难和黑暗之中，也都会觉得是幸福的。姐姐，不如让我来爱你吧，我会尽我所能，让你开心，让你快乐。恐怕不行。为什么？
因为真正的爱情是不可以替代，也不能忘怀的。哎，你不要眨眼睛啊，看那儿！哇，快许个愿！但愿猪哥哥的病快点好起来。要是真的找到了嫦娥姐姐，就祝愿他们永结同心，白头到老。姐姐，我爱你。好了，你还想玩什么？我想玩什么都行吗？只要你说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这个就叫宠啦。我想回家。啊，怎么这么快就走啊？你是不是不开心呢？不是，只是师父他这样了，我心里难受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现在就带你走。小俊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先把师父安葬好，然后……只可惜我不能带你回家。其实姐姐不用替我担心，我想我会回到人类的世界，学习他们的生活。我相信一定能学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。还有，我可以继续钻研医术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我希望可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，就去找你。有志气，拉勾勾了。拉勾勾呢，就是对互相的承诺，说话要算数的意思。哦，我走了。哎，姐姐，你上次落下的东西，我终于可以还给你了。原来在你这儿啊！这颗珠子好漂亮。是啊，是我父王送给我的。哎，送给你啊！不行！哎呀，收下吧，就当做我们的一个纪念。还有，我告诉你啊，这颗珠子它叫做定海龙珠，有法力的，可以保你平安啊。有它在你身边，我就可以放心了。嗯，谢谢。那我真走了，再见。啊，还有啊，你钻研医术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下医心病的方法？或许可以来得及救我的猪哥哥。哦，放心吧，我会的。谢谢，那我走了，再见。小俊，你要有信心，好好做人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，成为神仙的。师父，谢谢您的养育之恩。我本来想永远侍奉您老人家的，可惜。其实，如果我们只帮人治病，不去研究毒药，也许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不过，说什么都晚了。希望你能安心，下辈子再做个神医吧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这个蠢货！战师，师父饶命！这回你相信我没死了吧？没死。你就盼着我死是不是？不是。你还敢嘴硬？你这个笨蛋！都是你放走了老猴子，引来了那个猴精。受你的拖累，我差点搭上这条老命。都是我聪明盖世，早准备好了天王保命丹，炸死骗过了那个猴精，我才躲过这一劫。师父，我下次不敢了。下一次，要是下一次，我剥了你的皮，
啊！我的药啊！我的药啊！我花费了半世时光，苦心经营的药王洞，就这样变成了灰土啊！师傅，一辈子的心血付诸东流啊！孙悟空啊，孙悟空！我就用了你几只猴子，你就这样对待我吗？好，算你能，算你能！你毁我家业，我也要让你付出代价，我要报仇，报仇！师傅，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啊！师傅，算了吧，我们斗不过他的。算了，不是这个疯猴子逼得我这样做的。我一定要报仇，我一定要练成世界上最凶残、最恐怖的毒，我要让他自食其果。师傅，是什么毒啊？别急，你就会看到它了。你将是除我之外第2个看到它的人，这将是你一生最大的荣誉呀！老猴说：“吃点东西吧，吃根香蕉，啊？不吃。不，大王，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好了。嗨，我担心过？你见过我担心过别人吗？我是大王啊！老猴说，你不会真的死了吧？不会的，我还要伺候大王，服侍大王一辈子。好，那你倒是快点好起来啊，老猴叔，快点好起来啊！大王，大王，小黄、小黑，你们终于认识我是大王了，太好了！哎，过来！过来！哦，过来！哎，小黄、小黑，你们吃药了吗？啊？吃了几颗呀2颗。啊，2颗？不够的，要多吃点，这样你们才能好的彻底吗？啊，大王，我们怕你生气。怕我生气？因为我们把大王给绑了起来，还差点把花果山给烧了。我不生气，我不会生你们的气的。我要生也生我自己的气。谁让你们是我的好兄弟呢？只要你们不再颠三倒四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老猴说：“你可真是个好大王哦，是吗？我觉得也是。其实啊，我可不想当什么狗屁大王，只要大家开开心心的，那该多好啊！这次我真得感谢那个小龙女。嗯，要不是她，我再也见不到大王了。都怪他骗我，不告诉我那个顶天药王把你们都抓去了。哼！
可他心真的好啊，把解药带来，还救了我。虽然他没说实话，我想他是另有苦衷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他骗了我，他敢骗我就不行。大王，哎，大王，啊，哎，大王。他的确是帮了我一些忙，那他怎么能骗我呢？哼，骗我就是不对。有什么事大家可以说出来，好商量的嘛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哎，算了，不就是道个歉吗？奇怪了，捡那么多木头干嘛？哦，难道是要做饭？有什么好吃的？难道是烧烤会？我得去看看。只要把这个做好了，我就可以上天找嫦娥姐姐。猪哥哥，你要的东西啊，你放下就行了。你这样一直绑啊绑啊，到底要绑多久啊？你没事的话就去那边待着。哎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做错什么了？我只是想好好的爱一个人而已，给我弄得那么乱七八糟的。小龙女说的对啊，我搞一辈子也不一定搞得到月亮上去啊。爱一个人，神经病。哎呀，其实要到月亮上面去也不是不可能啊。你说的轻松啊，月亮不知道有多远，就算你有法力也未必搞得定啊。谁要是能够帮我去看嫦娥姐姐一眼，我什么都答应她。说的容易，我想让你喜欢我，你能做得到吗？在我们东海啊，有一只定海神针，它可以无限延伸的，可以到108000里的地方。哦，哎，108000里有多远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很远，上可达天堂，下可至地府。你要多远有多远了。是不是真的啊？哦，世间竟有这么好玩的东西，爽啊爽！走啊走啊走！哎呀，你忘了现在我们在哪儿吗？我们在花果山呢，哪儿都去不了的。也是，还有那只死猴子一直盯着我，折磨我。臭烘烘的猪，居然敢骂我！喂，不如我们两个逃走。你觉得我们有可能逃走吗？嘘，要是等那个疯猴子放了我们呢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，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了。今晚就走。定海神针听起来就够爽。你们一定猜不出太阳明天会从哪边出来。这里是花果山，这里是我们的目的地，这是我们最短的路线。这里呢是危险地带，我们就不要走这边，走这边就没事了。如果还想更快呢，哎呀，小猴子，看你衰头衰脑的，想干嘛呀？干嘛？大王有令，允许你和小龙女出山，你这是时来运转喽！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神经病，没听清楚是吧？快！我说，大王有令，允许你和小龙女离开花果山。哎呀，你这么大声干嘛？哎呀，耳朵都被你震聋了。猪哥哥，我怎么
觉得有点奇怪啊。哎呀，有什么奇怪的？那只臭猴子本来就不讲道理的嘛，不用管它，没事的。如果他真的放我们走，那我们是不是该向他辞个行？哎呀，还辞行？到时候他反悔怎么办呢？我们岂不是要一辈子都留在这里了？走吧。哎呀，哎，走啦！喂，帅哥，带路。哦，好，走。父王，父王在哪儿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是不是在身上？是不是在身上啊？啊！哎，不在这里。神针在上面，但是你能不能拿得到，那就是你的事情了。这么高，怎么拿呀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是我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哎呀，父王，你帮帮他嘛！父王，哎呀，嘿。这么高，怎么拿呀？龙王，你别耍我行不行啊？哎呀，怎么拿？哎，一起想想办法呀！那么高怎么拿呀？加油，猪哥哥，努力！我打！喂，你把枪给我！我。小伙子，你的拼搏精神是可嘉的，但是啊，拿不动就拿不动嘛。啊，俗话说，知难而退，是为智者也。猪哥哥，不要放弃啊！傻丫头，你真舍得咱们东海的定海神针给这个傻瓜吗？舍得，真舍得？舍得。你说，为什么？因为女儿只希望猪哥哥开心，猪哥哥要找嫦娥姐姐，女儿一定要帮他。你呀，痴情成这样。我告诉你，人各有命，命里面没有的难。谁能拿得动我定海神针，本龙王的头就割下来，让他当球踢。
球，准备让我踢吧？啊！何方狂徒，敢出口对本王无礼！老孙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来一只猪还不够，从哪儿又冒出一只猴子来？孙悟空，你来这干什么？哎，这么好玩，这么热闹，怎么能没有我呢？嘿嘿，你以为我真那么傻呀？那么容易就把你们放走了吗？哼，你这只臭猪，你会找地儿躺着去吧？你拿不动啊，我来拿给你看看。哼，你来拿。哼，不信呢，我拿给你看看。别打了！不要啊！哇，好香哦！龙啊，请看。行，龙啊，来，你拿这个，我去拿那个啊。他们把定海神针还有水晶甲都拿走了，你还要跟他们一起去吗？你在外面交了些什么猪朋好友的？你敢把东海闹的？把三公主看好了。哼！父王啊！大胆泼猴，还我宝来！
我，还想要回宝贝，门儿都没有！我抽你的筋，扒你的皮！哎！死龙啊，臭泥鳅！我用你的筋勒死